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7月27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今日的报纸写啥物？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核三厂1号机的运转执照今仔日到期，台电表示，为下暗11点59分开始都未搁供电，停放了后会甲燃料为炉心刷出来，佮有相关的安全设备的检修。当通过环评摕到许可，机组就进入正式退休的阶段。再来看《中国时报》，今年2月，中国渔船伫金门海峡变起，有2个渔民死亡。中华总算是要来协商啊，却因为凯美风台延期。海基会表示，双方后礼拜就会见面，希望能压伫咧中国的金门钓客，佮有偏澳渔船，待今晚88号船员拢会当平安返来台湾。落尾来看《自由时报》。凯美风台扫入来台湾，各地头透风落雨，创下气象署统计雨量的3个历史纪录。包括南部的雨量是头一届来到1800毫米，头一届伫咧2日内发布20遍地灾性公报。各有高雄平地雨量嘛创下历史新高。来看这凯美风台雨水量实在是真惊人。高雄美浓溪边仔的中正路淹水淹到大人的腰遐尼悬，损失是真惨重。高雄市长陈其迈陪总统赖清德去勘灾，总统表示，这届南部雨水量是比无6级风台搁较济，搁拄好是年度的大楼才淹甲遮严重。总统讲会检讨治水的政策，让民众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规条车路淹甲变水路，水也直接灌入去店头内底。这是2个美浓溪中期内崩化了后的情形，积水来到大人的骹目。若规条中正路地势较低的所在，水是淹到大人的腰遐尼悬。美浓这条中正路是当地上闹热的所在，但是今仔日会当看到全部的人拢无做生理，因为拢咧拼厝内。早日溪水涨起来了后，规个甲规条道路淹到上悬，有到成人的腰部。为情就这拼到早起，居民无用甲浸水的家具粪扫拢拼出来。菜馆行洗几若摆，也是洗袂清气，这卡片全部拢浸水啊！有便利店的货架、冰橱是倒了了，物件拢落伫涂骹，连要行嘛无骹路。到这，这上面无收到都要回去啊。就是从那个斑马线，然后到那一边美容那个农会那边，全部都是。高雄做大水，总统赖清德一透早就来到美浓区视察。头一站先来看美浓桥，因为溪水涨起来，当地积水是淹到人的腰遐尼悬。淹水50公分以上的民众，每一户补助2万块钱。那50公分以下的中低户加码就到1万块钱。这超越了在2010年重创高雄的那笔台风的867毫米。看完排水设施，刷落来去果子园了解农损状况。总统表示，这届累积雨量超过无6级风台，不管对倒一个县市拢是负担。佮拄当是年度的大楼造成淹水，不过美浓区积水深度和过去比起来有较低，这也代表这几年为着治水开的预算有功效。政府会继续来检讨防灾治水的设施，卖提供受灾的民众相关的补贴。若针对这届风灾不幸过往的人，总统嘛感觉真遗憾。记者王周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新北市长高虹安被指控做立委的时涉嫌诈领助理费甲加班费，经过法院要到1档的审理，一审依照贪污等罪，判高虹安7年4个月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高虹安强调一定会上诉，嘛宣布要退出民众党。牵涉到贪污证据真侪届出庭，新北市长高虹安予人控告立委任内涉嫌假报也是假报助理收金甲加班费，佮用零用金制度要求部属缴差价，诈领超过46万。经过法院将近1年的审理，26予人依照贪污等罪一审判有期徒刑7年4个月，褫夺公权4年，专案还佫会当上诉。那明知道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不管是酬金也好，加班费也好，都是由立法院直接拨入各公费助理个人的金融账户，并不能算是立法委员薪资的一部分，也不是对立法委员个人的实质补贴，但是竟然跟黄慧文、陈焕宇、王玉文有本件的犯行。
合议庭指出，高虹安已经做甲立委应该都要清廉，煞利用职务的机会诈领助理补助费，增加会当运用的所费，败坏官名。法院认定诈领金额有12万元，共案被告也有高虹安担任立委时阵4个办公室主任。当然心情上会受到影响。法官至少有告诉我们说，加班费他承认我们大家都有加班的事实，所以我们并没有虚报加班费。前助理王玉文亲身到庭听判，为侦查到审理高虹安的前助理，敢若以否认犯罪，即届互人判刑2年，缓刑5年，心情加减受影响。会讨论是毋是要搁上诉？其他包含小兔、黄慧文、陈焕武，各互人判1年至2年的刑期，也拢得到缓刑。安尼但岳凯一审互人判无罪。法官今天的宣判和10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非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有非常大的差异，更是前所未见。我也要在此警告，想要利用政治恶意操作来攻击市府运作的人，你们不会得逞。一审互人判有罪，高虹安大声回应讲一定会上诉，高宣布随退党。民众党是回应退党的相关作业会依照规定办理，对于判决的结果嘛表示真遗憾。我们支持高虹安上诉了去争取自己的清白。我相信他本人是没有说要去搞什么贪污的意图的。这个判决不仅还给受迫害的这个助理们一个公道，更说明高虹安市长是如何滥用自身职权，剥削员工下属的恶行。这项判决严重影响到当事人的本人，那么也关系到整个新竹市政的稳定发展以及市民的一个权益。专案政党拢真意外，引起政党的攻防。总共还未定案，暗过庭制度法明定县市首长等人，若是涉嫌贪污等罪，一审互人判刑，都要先停职。主席的内政部回应，即马开始停止高虹安承德市长的职务，由副市长屈新婉代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立委颜宽恒涉嫌用人头诈领助理费，伊的厝佮侵占国土买卖造假，去年4月被起诉。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宣判颜宽恒依照贪污罪判7年10个月，褫夺公权3年；伪造文书罪是判6个月，若侵占国土部分是判无罪。国民党立委颜宽恒被指控用人头诈领助理费，偷占国土，刷落高级厝体假买卖这案件，台中地院26宣判，其中颜宽恒被依照贪污罪判7档10个月，褫夺公权3档；高级厝体假买卖对公务员登录不实罪判刑6个月，会当立罚金代替坐监，也偷占国有地是判无罪。而这个记账部分是写严董代收代付总表。代收立法院薪资107 2月5日至109 1月15，那挂5林进府等。换句话说，这笔钱的部分等于是他代收代付，到用在这个被告这个颜宽恒的相关支出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换句话说，这笔钱并不是林进府担任助理的所可以使用的钱。也诈领助理费的人头林进福，嘛依照贪污罪判7档8个月。褫夺公权2档，没收108万的贪污所得，也偷占国土罪。颜宽恒甲因某因为有相左的证据判无罪。颜宽恒2项罪名计共判8档4个月。伊第一时间回应，批评讲这是政治干涉司法。如今因为一些莫须有的指控而深陷司法诉讼争端，我必须在此清楚地表明我的清白。司法应该是公正无私的。应该依照法律的事实来进行审判，而不是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跟操纵。颜宽恒强调讲，伊助理林进福所收到的薪水拢无使用或是领出来，助理费是家己出钱，并无诈领，嘛否认厝的买卖是假的。除了强调捍卫名誉甲权利，卖阁再上诉。记者台中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云林水南乡西云底抽水站附近的大排，昨中昼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跌落水，全失踪。消防队、救生协会甲红十字会拢总出动要30个人，不过昨暝拢无找到人。今仔早起7点35分有发现尸体。根据报案人描述的落水点那我们进行了一连串的搜索那到天黑为止那目前还没有发现该男孩的一个位置目前还没找到。那我们预计大概
明天早上天一亮大概我们6点半就会重新集结再重新部署再持续的搜索。查甫囡仔的老爸昨心内是真着急，险险就要跳落去大排找人。这搭准狗有3米宽、2米深，某搭就伫边仔咧抽水，水是真错流。搜救人员为中昼找到暗时，拢无找着人。不过今仔早起7点35分，有发现这个查甫囡仔。救上花了后，人已经过身啦，交予家属来处理。来看这台铁的唱款线，新营到嘉义北回河前到中直之间路线拢袂通，尤其是河前到中直之间的小清水溪桥，西正线有40公尺的路基，互土石仔大水冲甲放起。若要重启，可能就要开5个月时间。也因为台铁咧抢通的过程有人员调伫咧灾区，交通部长李明谙要求台铁就要检讨，要确保员工的安全。趁好天，大型工具机出动，甲砍伫铁轨路顶悬的土沙慢慢卡走，代替河人到中地中间真侪铁轨路拢去互放落来的土石砍去，双向路线未通。新河人磅坑口也叫大石头挡掉的。前2天伫大雨留守的导班人员，除了因为风雨调伫现场，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差一点去互放落来的土石甲瓦台。当时我们是在荷人部落时的现场风雨太大，无法离开，消防队救援让我们离开没几个小时就坍方了。画面一个公开引起各界议论，员工私底下讲，现场的人员拢真有责任配合台面抢修，毋过毋但危险津贴少，调伫内底阁无人斗相共，真无奈。交通部长李明谙搁再要求台铁一定要确保伫安全无问题的情况下进行抢修。台铁在管理上在相关的制度上还是要检讨改进，那务必以同仁的安全，还有对同仁的照顾。要做最优先的这个考量。台铁公司表示，目前包含唱管线、北江溪桥，因为路基冲蚀，地属新营到嘉义路线中段，已经8月初已抢通。北回线的河人到中直，由顾问公司甲专业技师进行安全评估。已经7月29抢通东线，单线双向运行，因应东部市运的需求，航港局宣布启动海运闭湾，为2月开始连续3天调派新台马轮由所有港往回花莲港。苏澳往花莲是28号早上8点开航，有需要的民众呢要提早1个半钟头之前来报到，因为旅客登船或是交付车辆这个是有需要作业时间的。2月早起8点开始，民众就当利用航港局官方的 LINE 预约。航港局是讲，这届因应灾害应变，海运闭湾服务拢无收钱，计划时间会看铁公路修复情形，随时检讨，若是有需要延长再搁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台九线东澳到南澳的路段，昨开始开放3个时段通行。不过，昨暝8点外有一台轿车，伫咧管制时间，家己甲闸门拍开驶过，煞无细致落去山径。车顶时的查某互吊挂救起来，送病院治疗。我们的警卫刚好在上厕所，那民众他擅自去打开闸门，自己进去。那个车辆从3侧闪过我们的那个工程车之后，他又偏到外侧去，然后就掉下去。伫咧管制时间，驶轿车的民众趁保全去便所，家己拍开南澳管制门，上北驶入去管制路段。经过台九线116.8公里的所在，轿车为着要闪一台当咧设置护栏的抢伤工程车，煞无细致落去山径。这个山径有50公尺深，车顶时的查某互吊挂救起来，加载人拢精神，送去罗东圣母病院治疗。再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宣布退选，换贺锦丽出来了后。一寡摇摆州阁有川普民调是已经愈来愈接近吗？贺锦丽团队即阵公布头一支竞选广告，主要是讲选择自由。另外，川普的副手 Vance 3天前讲，贺锦丽这款无生过囝、无做人老母的，都无资格来管理国家。这款言论互挖出来引起批评。We choose freedom。贺锦丽2月发表头一支总统竞选的广告，细柳是伊配，用 Beyonce 歌曲《自由》做背景音乐，甲选战描述做捍卫美国个人自由的战斗。The freedom not just to get by, but get ahead. The freedom to be safe from gun violence. The freedom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your own body.
We choose a future where no child lives in poverty, where we can all afford health care, where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最近路透社甲纽约时报等等的民调显示，何金丽甲川普的支持度已经扭滑到误差的范围内，几个关键州嘛愈弱愈滑。伊讲伊已经准备好势，9月初10要甲川普辩论。如果何金丽去得州 Houston， 去一礼拜头一个正式宣布要甲伊支持的工会，也就是美国教师联盟 AFT 发表演说。They have the nerve to tell teachers to strap on a gun in the classroom, while they refuse to pass common sense gun safety laws. So we want to ban assault weapons, and they want to ban books. Can you imagine? 川普的副手，也就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范斯，3年前捌批评民主党内底一堆像何金丽这种无生囡仔、生活凄惨饲鸟的老查某，讲因无资格治理国家或者是管理大公司。这种老古板、讲歧视的言论引发争议。查某名称珍妮佛·安妮斯顿，之前为着要有一个囡仔是真辛苦。伊随伫 Instagram 表示，伊讲伊唔敢相信讲有可能会做美国副总统的人，这种话伊讲会出嘴，而且佫写讲。范斯，我希望有一天，恁查某囝真好运，会当自然就有心。希望伊无需要靠人工诚实才会有囡仔，因为你即马讲即个话，袂输是咧造业，互子孙来担。何金丽几啊届为爆料斯坦的人民发声，2伊嘛伫咧白宫，甲来拜访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要求赶紧完成拜登总统推动的停火协议。会后伊嘛讲，加沙人民当咧受苦难，伊袂激点点。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拉丁美洲毒品的问题，即马嘛影响着海洋。海洋生物学家发现一寡近海鱼仔嘛和毒品有染嘛。巴西公共卫生研究机构进前就捌公布一个研究，讲一款细只的鲨鱼，伊的腹内都验着大量的毒品。克鲁兹基金会专家是伫2021年9月到2023年8月2年中间，以里约热内卢近海真济范围，掠30多种海洋生物真济研究，包含13只体型较细只的车齿鳍鲨鱼。Então, nós analisamos 13 indivíduos, machos e fêmeas, 10 fêmeas, né, 5 grávidas e 5 não grávidas, e 3 machos para verificar a presença da cocaína. 研究发现，这鲨鱼体内古柯碱毒品集中伫肌肉组织甲肝脏内底，也那肌肉组织的古柯碱含量是特别高。当时伫所有被检出的古柯碱的海洋动物内底，这车齿鳍鲨鱼的毒品含量是上高的。Na verdade, esses animais estão extremamente contaminados, né? Isso não é nenhuma surpresa, né? Isso é até esperado pelo hábito de vida dos animais. Eles são carnívoros e tal, estão expostos à poluição costeira. 研究人员指出，过去就调查发现，里约当地水资源出现古柯碱污染情形。这摆发现所以重要，是因为鲨鱼伫海洋的食物链内底是上顶面的，吸收古柯碱的来源除了海水，真可能也包含其他水中的生物。互鲨鱼食落腹了后，毒品的成分伫体内累积。研究团队选来方向是扩大检验里约近海海水样本，并且收集更加多海洋生物，来了解毒品污染的范围，进一步了解古柯碱污染对海洋生态危害。另外，这未到市场内底鱼啊，是不是会互民众无意中来食到毒品，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咯。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6度到31度。华岛地区26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燕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